認識好多新事物啊，對我哋日常生活同埋健康啊都有體驗。嚟參觀樂齡資訊嘅科技展，咁同埋攤位遊戲做得好好，知道好多新科技。咁就有啲測試鹽啊嗰啲好有用啦，咁有啲係翻譯筆啊，即係好似小朋友嗰啲原來而家老人家都有個科技係咁先進喎，咁所以都見識咗好多。我哋房協嘅職業治療師除咗提供家居評估服務之外，仲向出租屋邨嘅居民推廣樂齡科技。我哋希望透過推廣樂齡科技，增加居民對樂齡科技嘅知識，提升家居安全，減低照顧者嘅壓力，達至真正嘅居家安老。由2022年開始，我哋向18條出租屋邨嘅居民招募樂齡科技大使，至今培訓咗一共116位嘅樂齡科技大使。喺過去嗰3年，我哋舉辦咗5場嘅工作坊，希望教授樂齡科技大使有關唔同層面嘅樂齡科技知識。而每一年，我哋都會帶佢哋出去取經，例如參觀唔同嘅博覽會或者一啲樂齡科技教育中心，希望佢哋可以體驗得到而家市場上邊一啲最大型、最新嘅樂齡科技用品。我今日咧就想介紹呢個智能拐杖俾你，佢可以發光嘅。當你行黑路嘅時候，咁你係影到前邊嘅路啦，咁又唔會跌倒啦。咁譬如我唔小心有甩揼路啦，咁我突然間唔小心突然間跌倒咁啦，咁哎呀咁啊跌倒，佢會響嘅。咁你身邊嘅人咪知道發生咩事，可以嚟幫你咯。2003年我媽媽中咗風，咁啊我係照顧者嚟嘅。咁嗰陣時我照顧咗佢3年，但係嗰啲科技又冇咁進步，所以我好有興趣睇呢啲科技。但係而家進步咗好多，你唔使好辛苦。嗰陣時我要推佢嘅，上樓梯都要2個人扶佢上去嘅。但係而家咧已經有可以爬樓梯嘅輪椅啊，有電動嘅，咁我覺得好好咯。而家進步對老人家或者到我自己老嗰陣時都好有幫助。我好開心，我好中意介紹啲科技俾朋友知道，佢進步咗，亦都幫咗照顧者好多，推廣俾更多人知道，或者唔使一定照顧者，等隔離鄰舍或者乜嘢咧，可以認識到呢樣嘢，咁啊第時可以見到有啲需要幫助嘅人，可以幫助佢咯。